彬彬話係俾遮壞眼，竟懸紅10萬緝黃髮女。山西男童郭彬上個禮拜6晚俾人監生將一對眼珠挖走，從此失明。當地警方透過閉路電視畫面發現疑兇係個染黃色頭髮嘅女人。佢將小彬彬帶走嘅時候，曾經經過一間廢品收購站，警方已經懸紅10萬人民幣緝兇。之前嘅報道話，小彬彬當晚係喺屋企附近嘅空地玩，俾一個操外地口音嘅女人帶走，然後落藥迷暈，再挖走佢對眼珠。事後警方喺現場揾翻對眼珠，不過就否認唔見咗眼角膜嘅講法，同排除涉及人體器官買賣嘅可能性。至於行兇工具就眾說紛紜，有人話係匙羹，又或者係樹枝。小彬彬阿爸就引述阿仔話，個狠毒女人係用遮挖㗎。咁殘忍嘅事已經引起全國公憤。唔係人做嘅事咯，畜生！喪盡天良！呢種禽獸捉咗，直接槍斃啦！藝人舒淇同姚晨亦都喺微博表達佢哋嘅憤怒啊！